好啦，同學咧，我哋今次嘅考試咧，一個咧就係冷戰啦，另一個咧就係國際合作啦。OK，咁喺呢個冷戰嘅部分咧，其實我哋考嘅嘢咧好少嘅啫，主要咧係會講幾樣嘢，越戰，跟住咧第二樣嘢咧就係會講中美關係，再落去咧就係冷戰再起。最後咧就係結束，所以我哋第一樣嘢要知道嘅就係我哋要學4樣嘢先。咁喺越戰呢個部分咧，越戰呢個部分個重點位其實係唔多嘅，雖然睇落去好多字啊嘛，咁但係其實個重點就係乜嘢咧？就係點解會出現越戰咧？個原因就係越南脫離咗法國嘅統治，佢立即就分開咗咧呢個嘅南北越。就好似南北韓咁樣，而記住永遠北邊嘅係共產，南邊嘅係非共產。於是佢哋互相去攻擊啦，一定係。咁而背後佢哋都係得到邊個去支持呢？我哋之前學過嘅北面一定係中國同埋蘇聯去軍事支援佢嘅，南邊嘅一定係美國軍事支援佢。OK， 咁最後咧，成件事點結束咧？因為美國嘅死傷人數過多咧，令到佢國內出現咗反戰嘅情緒，因為冇人希望打一場咧不義嘅戰爭咧，係會死咁多人嘅。最後咧，就喺73年嘅時候咧，就出現咗停戰協定啦。咁75年嘅時候咧，就越南就統一咗啦。好啦，呢度係個重點係咁多嘅啫。好啦，到下一個啦，就係我哋講咧成個冷戰嘅緩和。咁冷戰點解會緩和咧？其實就同中美嘅關係有關嘅，同埋美蘇之間咧就進行咗一啲嘅互訪嘅動作啦。嗱，包括咗咧佢第一樣嘢點解個關係會改善咧？就係佢哋嘅領袖互訪啦。好啦，呢個第一個 action， 第一個動作。第二個動作就係舉行咗一啲嘅會議，嗰個會議叫限制戰略武器會議，即係啲大殺傷力嘅武器咧就要限制佢數量啦。好，呢個第一樣嘢。第二樣嘢就係因為乜嘢咧？係中美關係嘅改善，咁就令到咧呢一個嘅當時成個冷戰嘅緩和，因為第二個共產主義陣營咧，最大嘅共產主義陣營就係中國啦。咁當時中美咧就透過乒乓外交咧，就令到個關係由緊張轉去緩和。OK， 佢哋本身嘅關係好緊張嘅，轉去一個緩和嘅狀態。好啦，咁有咩證據證明透過乒乓外交佢哋嘅關係緩和咗咧？包括咗72年嘅時候，美國嘅總統去訪問中國啦。第二樣嘢就係79年嘅時候咧，中美就建交啦。好，咁跟住咧去到中美建交一完咗之後咧，就出現咗冷戰再起啦。咁蘇聯咧就去打阿富汗，蘇聯幫手打阿富汗啦。咁跟住就美國就不滿。好啦，我哋呢度見到一個叫做咩咧反應啊，英文啊或者叫 action reaction 啦。咁你蘇聯做咗呢個侵略嘅行動，美國就自然有啲嘅反應㗎嘛。個反應就係咩咧？就係 Star War 啦，星球大戰。呢個星球大戰其實就係講緊另一次嘅軍備競賽，所以我哋會見到蘇聯咧同美國關係由緩和又轉翻去緊張啦。OK， 好啦，到最後就係到冷戰結束啦。講到明冷戰結束喎，係咪啊？9成9咧就又係咧個關係又再改善咯喎。咁就同戈巴卓夫有關啦。嗱，呢一度係要背嘅，我喺 Classroom 嗰度咧已經放咗一篇嘅文章咧，就話背2段嘢。OK， 咁我就擺上去嘅特登。咁戈巴卓夫做咗啲乜嘢同美國關係改善咧？有啲咩行動做咗咧？咁第一點嘅行動咧，我哋或者咁講啦，第一2點嘅行動咧，都係從軍事層面去做嘢嘅。第一就係裁軍 ，OK， 咁令到成個關係冇咁緊張啦，冇咁緊張。第二樣嘢又係講關於軍事喎，就係阿富汗唔再打啦，撤軍啦。好啦。跟住落去咧，呢個就政治層面嘅嘢啦。佢就唔再控制東歐國家啦，任佢哋自由去揀咧，究竟係共產定係資本主義制度
OK， 即係政治經濟制度咧，佢需要想要啲乜就要啲乜。咁好自然地，當時嘅東歐國家被壓榨咗咁多年咧，佢哋就全部都唔玩共產主義啦。你諗下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東歐國家一脫離咗蘇聯嘅時候咧，蘇聯內部咧亦都出現咗一個狀態，就係分裂狀態啦。咁啊，嗰啲嘅蘇聯本身嘅加盟國咧，個個都話要獨立啦，因為蘇聯記住係俄羅斯加其他加盟國就叫做蘇聯。咁呢啲加盟國睇到東歐可以獨立，咁佢哋自然獨立㗎啦。咁俄羅斯咧就變相咧就由呢個蘇聯解體變翻俄羅斯啦。但係邊個要負責任啊？成件事一個全球第2大嘅國家突然間解體喎，戈巴卓夫要負責，所以佢就要辭職啦。既然蘇聯已經唔存在，咁即係話佢相關嘅一啲嘅組織亦都會消失。最重要嗰個組織，一個軍事組織係咩啊？華沙都消失埋。OK， 冷戰就係學呢啲嘢啦，個內容嘅話，咁啊技巧篇咧就由另一條片去講嘅。